你看，然后影片上传的时候，加那个关键字时加上井字哈，这个过程会出现。你看，人家有加过的啦，不容易操作，要慢慢操作。FOO，FOO，再重新打一次 FOOD，有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了，food 啦，或者是 free 啦，现在应该在以那个 food 有关的为准。再继续打 FOOD，再继续打 FOOD，然后按一下打勾。你看跟 FOOD 有没有看到？跟 FOOD 有关的这么多，不容易操作，要慢慢的滑，不然一下子就被遮到了，跑掉了。你看复制实物，food也是实物单数、复数差别。food photography 实物照片。部落格，food blog，food love，food 实物。你看，影片483万部了。把这个把这些字你看复制全选复制，然后等一下贴到自己的频道社群贴文，社群贴文然后发布以后就可以有超连接，关键字有加井字的会变成超连接功能，然后点按超连接，先进入你的频道，右上角标志频道的标志图，然后来选你的频道，然后选社群，要选社群然后呢贴上去然后发布你看那关键字词有加井字再测试一个 4K 的，再测试一个 4K 短片要加中文，有英文，还有加中文短片，要做测试要加井字有没有加井字好了，要把它发布了，按发布发布以后有超连接功能，有没有？有蓝色字的，有超连接功能现在要按下去了按户的井字号户的你看483万部影片，75万个频道。要是怕你没有时间这样慢慢滑一天24小时，36000秒，不对不是36000秒，1分钟60秒，1小时60分钟是有3600秒，3600秒24小时是多少了？哇，不容易算了，144又72，算不出来，没有那么快。自己用计算机去算现在就是很多很多，至少你就想说3000乘以24就知道了嘛，7万多了，你看72000秒，再加上多少？6乘以24的144的，14400的
14400，哦，73000，73440秒，7万多秒，你有办法这样一秒滑7万多次吗？哎呀，眼睛疲劳啊，受不了啊！不然你真的只要手机还有电哦，网络还通哦，就这样一直滑1个小时就是1个小时的内容，滑一天就是一天的内容，就怕你受不了，你还要吃饭，还要上厕所，还要做运动，哦，还要休息一下，不要盯着电脑，盯着手机荧幕这样看，很辛苦了。电脑呢还会有游标，还会自动向下移动。电脑的荧幕呢，游标也是自动向下移动，画面会自动这样向上卷。手机都没有嘞，都要有手指头去碰呢，要消耗精神啊，还要眼睛会受这个蓝光影响呢。如果有设计暗色调的，那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伤害，不然这个手机有蓝光啊，这样长时间的接触哦，眼睛会受不了啊。